Hello， 大家好，我是郭贝，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今家3位大家工作一定的无限，嗰个生活的压力也过大。有的人都想讲来种一个花啦、草啦，来消化这个压力，也作为来兴趣。大家希望看花也系看草呢。其实讲看草也唔错，因为看草有几多种，有的人看其他叶呗，有的人看其他嘅茎啊，也系乜嘅。睇杨浦就有啲植物所。第尾嗰啲片叫全部都是无花，像草全部像悠悠。唔过有个植物所地尾到底有乜嘅特别的故事呢？今日我哋都有请讲一条家来到节目地尾，同我哋好好分享哦。马上就来分享佢吧，马上来分享我哋代理员尤丽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代理员。好，欢迎李云先生，尤丽先生，怎么给大家会喊尤丽先生呢？因为我很喜欢运动，那我就是也很喜欢尤丽这个名字，那就英文名字翻过来我就叫尤丽，所以好朋友的人都叫我尤丽。尤丽先生请教一下，头都有讲自家可以咧植物所嘛？嗰种近代嘅植物所喺睇哪？那我的植物所是在盐埔，屏东县的盐埔。盐埔你这个有相对，不过盐埔嗰边我记得讲应该无学种你係哪只位行人我是嘉东人，嘉东从农人。那因为我姓戴嘛，那我们戴家祠堂呢，应该是在嘉东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祠堂。我唔错，我有去过。嗰种人係万世本地嗰边去吗？还是乜嘅原因？没有，我是很早就结婚了。对，我20岁的时候我就结婚，所以我是嫁到盐埔去。嗰种家啲嗰边去之后，都睇嘅开有嘅店嘅嘛，还是讲冇呢？冇。有故事按你讲。因为我是以前就是20岁结婚嘛，然后我嫁到盐埔去的时候，那我是也相对就是到了盐埔那边去工作。那其实屏东有百货公司，那唯一的一间百货公司，我就待了20年。那为什么后来就是会想要就是从百货公司呢来退休，是因为这2年疫情的关系，那我就想说就觉得突然就有点累，那我就想说，我就是就毅然决然就决定退休，在50岁的那一年我就退休了。哇，老师，快说讲你的目标题嘅，頭都見講你係50歲，咁講係康康齡子係真正無從50歲嘅，保養嘅嗰個係咪接受有嘅做有嘅演繹，同樣嘅吃不窮下，這個生活壓力有排解到了，保養嘅過後，挺好上嘅感覺哩。應該算是也是就是身心靈呢都受到園藝的療癒然後最重要還是就是有事情做，然後有活力，然後也運動這樣子。按你講方來講，其實唔止頭擺係睇做一個百貨公司嘅，後尾就因為興趣將來做一個園藝專業師傅一個部分。按你睇轉化嘅時間這個用品去學習一條知識咧，喺萬年同喺同線上學習咧，也係講全部係自己去學我應該要說要感謝我很多的朋友，因為我在退休之後，我想說，我就不知道要做什麼。其實之前有在規劃，那就是朋友就介紹我說，那你可以去學學木工或是學學園藝這樣子。那我想說，好吧，那我先從就是每一個禮拜去上1節木工課。那於是呢，就踏入了這個植物的世界。等一下，人做木匠這種木工嘅同樣嘅園藝。雖然講有差唔多都係師傅，但係咧係上嘅嘢係事，唔過用品對木工跳到園藝嘅部分因為我們想象的木工可能就是很大的作品，或是裝潢的作品。那其實呢，我去學習做木工呢，我們就學比較精緻的，例如是桌上的桌子、椅子，家裡面的就是美學空間概念的部分，就是小小的一個生活用品這樣子。那於是就是就學習的時候也相對就認識一些同好。那就是有朋友就請我，就是說幫他做所謂的那個木架，就是花架。
那我没有想到说，我一做的花架呢，就是蛮受朋友欢迎的。就是我在网络上呢，就是po出我的生活。那我就说做了木架之后，就居然就是朋友就请我帮忙做。那做的时候，就是它也就是有很多的植物会放在木架上面。那就这样子，就是我就不小心就觉得，那植物的话，我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去就是了解它。那越养就越多。原本呢，我只是收集，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那在家的时间也变得相对比较多。那我就发现，就是好多的观叶植物没有开花的，它长得真的好美哦。那看了就好疗愈。那最主要就是它的生命力，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身心灵很舒畅这样子。那于是我就慢慢的就是收集，然后有遇到更多的好朋友的同好，然后介绍，然后就迈入了植物所。因为一个木工同一个植物嗰種也拄到迄樣嘅興味，嗰種唔都頭年年去嘅。不過冇想到睇地尾也拄到嗰度好嘅朋友，也安尼交流嘛，所以這個坑，人哋講嘅坑啦，一就一太都跟底下伊都放唔紅落嘅，對，真的是越來越大。不過唔算可能頭都有講係算伊個。唔好講退休啦，人哋講轉換一個職業嘅跑道來講好嘅。你家人對一個會唔會有冇相同嘅意見？唔講，你看人家老公會講，看唔到平常，看唔到就係好不容易講佢可能退休也係個閒嘅啊，冇想到睇無閒一個，又更加看唔到人嘅，會有一種嘅考慮冇？唔會咧，也剛剛好，就是因為就是我家就是嫁到鹽埔，那鹽埔的旁邊呢，就我家隔壁呢，就是剛好有一家，就是我每天都經過，然後我就覺得這個老宅它有50年的歷史了，50年，它以前的前身是農會，那農會的辦事處有點類似像銀行的那種辦事處，那相對它就是有一個老宅，有一個倉庫，很大的倉庫。那以前我就是來來往往上班之前都一定會經過，那經過的時候就看，這個哇，這個老宅很古色古香哎，然後我們小時候待的那種就是三合院的那種感覺，可是就覺得說為什麼他把它就是廢棄了，因為他經營不善，然後廢棄，那我就覺得好可惜哦。那看有沒有機會呢？可以就是承租下來，然後因為我就是之前就是做木工，那也需要很大的空間，那我想說，那看有機會就是把它承租下來，變成是一個木工室這樣子。那因緣際會，然後就愛上了植物，那就相對就是我想說，好，那有緣分就把它租了下來，然後就把它就是整理。然後現在就是我的55號植物所呢，它為什麼會叫做55號，是因為它的住址，它的號碼剛好是55號。那我也很喜歡這個數字，然後於是我就把它取名叫55號的植物所。你花其實你原本隔壁個廠區係安尼種嘛廠區本來想講做一個木工的工作室，結果遇到一個植物之後，都變做一個店面咧，種花種咧也可以強咧係啊。老師，尤里老師，你做一個木工同一個植物你接觸差唔多一久嘅時間啦？大概是2年。6年哦，哇！那看到你很多按多的植物啦，其實你在接觸嘅時間，你能唔可以像人家講嘅？老嘅市場也係講去那些地方去被請木匠嘅植物嘛？不會，注意看，就是說我的植物的部分跟就是一般市面上的園藝所會有點不一樣。那其實我是主推呢，自己本身我非常喜歡鹿角蕨，因為我的好朋友呢，他送我的第一顆植物呢，就是鹿角蕨。那我就是被它的那個外表吸引了，就是鹿角蕨的部分呢，我可能來介紹一下，先就是說它屬於也是觀葉植物，但是鹿角蕨它是原本是生長在樹上。就是在國外啊，馬來西亞、印尼啊，它的原生種它是長在樹上的，它長出來的手跟臉呢，就有很多樣多變化，所以我就是很喜歡鹿角蕨的原因在於這裡。那因為它鹿角蕨原生呢是在馬來西亞，就是或是泰國，就是亞熱帶的那個
一个环境然后对对，它那个环境，那它属于就是原生种呢。我们现在目前统计有18种的原生种啊，但是它来到了台湾，那因为就是繁殖交种的原因，那它的形态就非常的多。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除了18个原生种之外，我们看到的鹿角蕨的形态可能就300种。哇，对，大家用安利或安慰搞呢，今年人家18种，啱哦变种可能8、9种安呢，耶，都有。对，所以它的就是繁殖的面貌非常的不同，所以就我非常喜欢它，就好像就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生下来的小孩，每个个性不一样。对，那你去了解它，那你就会发现它的就是生长的习性，然后就是如何把它养得很漂亮。今家喺做一个店面嘛吼，你自家喺做一个店面嘅经营嘅时候，全部係你自家一定型嘅裝潢啦，也模型也對嘛，模擬天數哦。係啊，俺有年同下天數啊，我的老公，我老公他很支持我。那我原本呢，其实应该说来话长，就是我要选择退休之前，那刚好是疫情。那时候我是想说，我本来是想要去日本的，那我已经都规划好了，就是毅然决然想说去日本做就是放轻松住个1个月，那刚好就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又怕出国之后回不来，那初期的时候，所以就是也是影响我很大。那就是刚好我的老宅，那我老公就说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要去日本，那你去选择去台东好了。那于是我就又去台东，想说好，那我就去台东度假1个月，然后再来想想说我该转换怎么样的跑道继续生活这样子。那很巧，就是在台东的时候就遇到很多因为我很喜欢自行车运动，那就运动的时候就遇到很多好朋友，然后就接触了所谓的木工这样子。对，所以又回到了所谓的我的木作。那刚刚有介绍鹿角蕨，就是鹿角蕨它是原生种，所以它是长在树上跟石头上。那现在因为说我们要让它就是更漂亮，然后放在家里面也比较好陈列，于是呢我就把它就是结合木作，然后板材就挂在树上这样子。或是挂在室内的空间。观众朋友，真是俺哋尤里老师嘅故事啊，一定係精彩，马上做呢記嘢玩。不過有幾多個嘅應用版去欣賞哦，底部有還有用版嘅故事呢？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有講到尤里先生因為自己嘅興趣開始開一間植物所，也將一個老屋改做一個正嘅地方。改好之後，菜地有乜嘅反應呢？我哋嚟請教一下尤里先生吧。尤里先生，頭先有講到農會嘅一個倉庫本來 QQ 嘛暗傻傻嘅地方，本改一下，人家應該看上去改正。大家地方上看到一個變化，有乜嘅反應冇？有。最主要就是我的老宅的植物所呢，就是刚好是在路旁。那在路旁的时候呢，就发现就是以前呢，就是路过的人呢，都觉得以前这是旧旧的一个植物，就是旧旧的老宅，就是一个老宅。那为什么现在怎么焕然一新的感觉？眼睛一亮，怎么就里面有挂了100多棵的鹿角蕨？大家都很好奇。那于是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都会特别的打电话来询问。对，那还有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是从事百货业，百货行销业，所以呢，就是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那些好朋友啊，知道我退休之后呢，然后也从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收集植物的一个嗜好。那就很多朋友就会跟我讲说，那你为什么植物不拿来卖呢？那我就刚开始的时候想说，植物拿来卖，我就想说，先把它种得漂亮然后就是了解它的习性之后，我再去分享。
那就于是就是经过了半年的时候，我就是慢慢的收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经过就是老宅的客人呢，看了也觉得感觉它的变化也越来越多，那就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就是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那于是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既然在这边可以让人那么觉得疗愈人心，那我就慢慢的就把跟我的木工做结合，然后来做所谓的分享。那我就结合，就在屏东市呢有好几家的咖啡厅。那我想说，那我就把我所学，就是这半年所学，然后跟植物的了解，那我就透过就是课程的方式，然后先去分享给就是喜欢植物的人。哦，安尼讲好咧，先生，有哩先生，这个唔但像迄天嘢，师傅说地杯吼，拜一條師傅來賣之外，你行去那邊上課啊？係啊。去上課去上嘛，佢教大家用辦種，也係講用辦去欣賞一條師傅嘛？都有，都有。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先就是透过就是我的木工的板材，那我就提供材料，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鹿角蕨，小颗的鹿角蕨，那我就是先教就是分享，然后也不能说教啦，但是就是分享给就是喜欢这些植物人，然后把它就是创作了一个作品。那因为刚刚我就有讲过，就是鹿角蕨它原本是在树上的，那我就是透过木板，然后以及水苔，然后把它结合，然后在木板上面，然后让它就是可以陈列在家里面。这样可以省翻嘛，你这样可以活得下来。对对对，然后活得更漂亮。然后像呢，就是在教学的时候，那我就是也跟就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分享说，那怎么去照顾它？然后还有就是说，相对的就是照顾它的方法是什么，然后秘诀是什么，那什么时候该浇水，然后什么时候呢，就是让它就是放在什么样的地方这样子。有個上課啊，有個學生用辦的客群角度啊，大人還是成人的也可以來參加。都有呢，然后大家就是很多各行各业的，就是朋友，有当律师的，有当医生的，那他们对就是鹿角蕨就是很喜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在家里面就想要疗愈一下，然后他们就会就是来上我的课，所以各行各业都有。那主要我还是在网络上去做行销，除了朋友的介绍之外，因为我6个人就可以开班上一门课，然后而且我是就是运用在我屏东市的咖啡厅，就是有好朋友开的咖啡厅，然后以及就是美容坊那一些，他们都会很愿意借我场地，很好的场地，那就是运用就是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可以完成就是这个绿化生活的一个鹿角蕨的一个上板课。嗰個其實對一個課程有興趣啊，結果這個時間同原本嘅課程嘅時間偏唔上嘅話，也唔怕，人都可以請這個好朋友啦，親戚好朋友有6個人以上，都可以邀請人來上課嘛，起點都可以大家來討論，看下喺哪個講嘅地方，甚至睇這個路卡有一個空間也做得。原來安尼，也能幾好呢。一個課程地位啊，上到更加有讀到個貼嘅反應嘅人行嗎？有，像有的朋友他們家自己本身就有鹿角蕨，而且很大顆，就是養了大概1年的時間就很大顆。那因為鹿角蕨它的品種呢，它會生側芽，那他就是請我就是幫忙把它就是另外變成就是幫他接生，幫他接生。那我就因為我那邊的場地呢也很適合，然後工具什麼都有，那也有我最喜歡的木板的部分，那他就可以就是挑選木板，選購木板，那我就幫鹿角蕨就是拆芽，然後讓它再延續生命這樣子。有個人也真會順嘅吼，有請人來上課還可以順勢講，老師你有個可以示範一下，人用板來接生。對對對，你算盤大概幾好，就是公司才發。不過講到轉來啦，叫按道總根本人也帶嘅軌道來看，強用係強有嘅綠色嘅個植物啦。不過看可能米咧都冇強用也可以講，人都先從頭到老師你收嘅鹿角蕨開始先嚟收嘅一下，一兩條，我看上去。
讲差唔多嘅，竟然两种，迄唔讲无共样品种嘛？系无共样。啊，倒带竟然无共样田啊，有名嘅很多嘛嘅，可能同来一一来了解一下吧。好，因名哈，其实无共样的。它同样就叫做鹿角蕨。那像我刚刚有讲，它有18原生种之外，那它来到台湾哦，台湾的农业很科技，它就把它就是除了接生之外，它还有所谓的孢子苗的一个繁殖。那它像子主培出来，它的品种又不一样，所以它的长出来的形态又不一样。那最右边那个就是卷卷鹿，那你看它的那个脸像苹果脸。有没有？它那个苹果脸长得，唔讲迄其个面，迄讲其个蛋糕啊，看得到诶，一片安尼圆圆的，其个面。系啊面。哦，我想讲面，那只个相面，还唔像讲之前个面，啊你一片啊唔系相同啊，又冇木煮又冇嘴，你看它那个面哈，它就是它的脸哈，它有从小，然后就慢慢的长，然后它是包覆着鹿角蕨水苔这样子包覆的，那长得很漂亮的，它就会像一个苹果脸。所以像我们在把它上板的时候，就那个水苔就要包得很圆。为什么要很圆？因为如果很圆的话，它的脸就会长得很漂亮，就长得很圆。那如果它水苔是扁扁的，它的脸长出来以后长出来就是扁扁的，就会皱皱的不好看。你也就像人家讲緊可以整形有美容嘛，佢話種聲音呢，大家看到都清點一下，圓圓細細嘛，蓬皮安尼。假使講人家面個態度個壞細型，就養的變成一個大，人家講嘅大餅臉，安尼都失敗，沒有美感的吼。對。係安尼意思。我那顆的話叫做卷卷鹿，那它為什麼叫卷卷鹿？除了它的臉很漂亮，其實它長大之後呢，它的手，你現在看到前面的那個是它的手，像鹿角的那個垂來，對，就是它的手。它以後長大，大概在1年後，它可以當媽媽的時候，就繁殖的時候，它的孢子苗後面，它的手會變卷的。其實個末端咧，後背個部分叫佢滾風來安尼。會像法拉頭一樣，那頭髮卷卷的這樣子。嗰種講有個鹹前胎哦。這個還算是小顆的。安尼佢滾風來去米咧，有個末端都會滾風來嗎？會，就整個手是卷卷的，所以它叫做卷卷鹿。很奇妙。唔是天條南無，唔是天，其實這個會滾風來。先讀什麼應該想去學一下，唔是天條南無，有個頭髮就可以捲風來縫製。這個有個卷卷鹿，還有另外一類呢？這個是蝴蝶鹿角蕨。我們看它的臉有沒有？它那個卷卷鹿的臉是圓的，這個它的蝴蝶，它的臉是像一個蝴蝶一樣三角形。像蝴蝶結。像用入的啦，蝴蝶結安尼18有個菱角的形的安尼，對，翅膀胸有。對，那你看它那個好像吐了舌頭的小小的手，那叫做它的手，那是小隻的手。對，那垂下來的就是它的那個手，長大的手。像老師唔講安尼，其實喺中間，親像其實個三馬色吐出來安尼，真等一下嘅感覺。安尼講有槍哦。然後還有你看它的手哈，兩個形態不一樣，它那個毛很多，不要以為它生病了，不是，它也不是灰塵的問題哦，它是它自己本身的毛細孔就是會白白的、毛毛的，對，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很喜歡鹿角蕨的原因，就是它的形態非常的不同，有的很白，然後有的很綠，那有的就是臉就是會發亮的，像蘋果臉一樣。安尼除了有個鹿角蕨之外，我哋後背有個順勢嚟講一下好冇啊？可能有個嗰度講嘅呢。嘿啊，像我們從左邊這邊介紹這個除了鹿角蕨後面這一個是現在很受年輕人喜歡的。那你看它的那個，它叫做西瓜皮椒草，它是小西瓜皮哦，因為它的葉子長出來就像西瓜的表面一樣。有種，安尼我哋要用蠻機嘅咁樣，你直接講佢係西瓜草，上係種西瓜嘅皮腔咁嘅做，安尼佢個好種嗎？好種，唔過不能給它太多的水，有時候也不能給它太多的喝愛，應該這麼講。你越照顧它，它就是需要，就是說，只要它水分的話，就是不要太多，沒有話它的根部呢會淹水。對，安尼也給喏。
哦，这叫做绿毛柄蔓绿龙。蔓绿龙哦，看看啊，有枪里，其他个失败个叶柄当个看得出有失败个毛里。嘿，哦，其都要按你来的哦。嘿，哦，可以贴片呢。对，哇，冇想到有个同个如果叫看看伊失败上场，不过其实今日的方式轻松的方式也冇相同的吼。哇，观众朋友，手机都更加3-4种植物，我都知道感觉quite神奇quite贴片的咧。不过还有更多种无穷的植物咯，我哋休息下，继续再来同大家说嘅。现场啊，除了看到头头有理先生说嘅，如果嘅像有嘅西瓜草，长那种西瓜，还有那条特别的植物呢，继续来请教有理先生吧。有理先生，如果嘅我哋嘅西瓜草，还有毛嘅嘅植物，看其他嘅叶嘅之外，还有那条特别的呢，像后背叶嘅差唔多嘅嘛，像叶嘅。这成个墙，我觉得其实家己这真的植物吗？它真的是植物，真的吗？对，它叫做甲骨文观音莲，而且它才养半年哦，它才小小的大概那么小，大概5寸大小而已。那它养它那么大，大概半年而已。哇，嗰种还会过胎吗？还会，它还会大到人那么大。哇，人按狗哦。嘿啊。哇，这是现在的网红植物，很多就是在网络上呢，那网红都会拿着它，然后看它的叶子，因为它的叶子非常的特别，上面像甲骨文的纹路。看上来有个头摆嗰种丝有冇各种不同的那种纹路的形象。不过假使讲人哋碌卡冇按胎的话，佢上到按胎會唔會有人哋困擾？可以本佢冇按胎冇？是的啦，可以的。请吗？就可以把它就是限制它，就一直修剪。3万啊，同佢修啦吼。做唔得按烂时，唔好修，佢都會越來越大。安尼除了一個甲骨文的草前面按到盆，細細的，我看來有一個常見，有一個親像頭擺看到的，像個仙人掌的顏色的還有個親像寶秀梨，這應該唔係寶秀吧？這個叫一般我們常常會看到的蕨類，就是我們常常吃的山蘇你可能是這種的哦。對，山蘇，長大一點點的山蘇。也個還可以吃嗎？它可以吃，但是有點不好嚼。歹勢，像糖豆色的都摸做一斤，非常的美哈。除了這個山蘇之外，還有哪一條個特別的嗎？那比較特別的那個叫圓葉山烏龜。一個葉係圓圓的一個哦。圓葉山烏龜。用看來圓圓冇錯個圓葉矮啲佢那隻會像俺的那個烏龜喏。看起來不像山烏龜，但是它就是叫做圓葉山烏龜。它有個特色它就是在10月以後，它會休冬眠，會想睡覺。它會想睡覺，所以呢，我們在12月以後，10月到12月這中間。它葉子長漂亮的時候沒有關係，但是它休眠的話，它葉子會越來越老化，會不好看，我們就會把它剪掉。那等到它明年2月的時候，就是比較冷了之後，春天的時候，它慢慢的它的芽就會再長出來。對。嗰時候有小葉嘅植物係圓葉山烏龜嘅部分，人哋要注意講，喺冬天嘅時節，個寒年嘅時節，叫佢休眠，唔係講人哋照顧得不好，叫佢死hết，唔係。嗰時候嗰當年可能唔啲冇提倡佢嘅話，佢可能佢到冬天，用見看見唔錯啊，都挑起嚟。結果唔係，佢喺水母，佢水上嘅都講奇怪，係用水溝冇空嚟，全部都冇用，本年節嚟。對。這也是時下年輕人非常喜歡的。對，因為他在那邊攀爬的時候，是真的很療癒。
老师，头头安尼小鸡啊，甲你讲到，米咧这不拢过铁皮吼，也爱铁皮来照顾嘛。安尼睇照顾的时间，像也个如果嘅吼，也个係人哋主力嘛。叫我用办去照顾，要用办去讲安尼轻松，可以同安尼小鸡简单小鸡也好冇。最主要就是鹿角蕨呢，它要照顾的话，还是要看环境。你不能就是把它放在就是很热的大太阳下，可以晒。那它主要就是可以放在阳台，所以阳台族很喜欢养它啊。还有就是可以放在客厅，它也可以用灯养，因为它不需要太多的阳光，它需要的是温暖斜射光，那又有点湿度，比较潮湿的一个环境，所以你知道它喜欢的习性，给它那样的环境，它就会长得比较好。对。因为大家有看到，因为老师讲唔要用奶嘛，吼，原本迄个苏蛋糕，大家唔要用奶，其他个戒指咧讲，水台，其他个古井啊，看到係用線綁啊，係跟木板蛋糕嘛。对，所以我就是很喜欢的部分，就是它就是可以把，就是利用水苔的部分，然后把它结合在板材上面，而且它可以任何的板材都可以。那你只要结合在板材之后呢，它也会展现不同的形态。例如说，我们把它放在原木，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原木，但是它是比较规规矩矩、方方正正。那有的对比较圆。那你如果把它放在就是像我们在山上看到的原木，原始的木头可能是比较风化掉的木头，你把它放在上面，然后透过水苔给它固定。为什么我会用线固定？就是你把它透过水苔给它固定之后呢，它又长出来又不同的形态。因为它的根系就是它的根啊，就是长在那个水苔上，去让它有水分。讲到那个水分，要每年去淋水吗？不用。是对，它在木板上，它就有一个特色，就是你拿起来，然后看它就是水苔是很轻的重量，那我们就该去泡水了。浸水唔係倒水，也係講灑水，係浸要泡，就像小孩子泡澡一样，只要把它泡在水里面，然后尽量就是在1/3的水分，然后就是让它的脸不要去碰到水就好了。对，就整个这样泡下去，然后水苔会吸水，那吸完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有重量，好，拿起来就可以就是让它风干。对，它自然的凉，不会按你跟跌水的时间都 OK 耶。对，让它通风，那它就会长得很漂亮。它的生命力的展现就在于你给它什么样的环境，它就会长得很漂亮。其实来讲，其他嘅环境其实也冇，一聽我講個貼喺到用板，其實像老師頭都收嘅嘛，其實室內失敗光照啊，你都做得對就可以了。有需要肥料嗰種嗎？它不種肥料，那你如果給它肥料它有時候反而會不適應，因為它的原生的形態，它就是長在樹上或是石頭上，所以其實樹上它其實都已經有養分了。那等它長大，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都算是小朋友，都算小朋友，大概就是1-2歲的小朋友，不算很大。那等它就是更大的時候，你會發現它的臉就會一層一層變黃。那為什麼它會變黃？那是因為就是你新葉子長出來，然後後面的葉子老化了，那它其實它的功能是儲水，所以它更不需要水。它有儲水的功能，你也不用去給它剪掉。而且如果我們現在在台灣看到很多養得很漂亮的鹿角蕨，它的臉啊，老化的臉也很漂亮，就好像那個絲綢一樣，然後就一隻一隻風化掉的那個葉子，那個紋路超級漂亮的。你嘅如果叫他從入到管入嘅師傅來講，見你冇有貼喺啲平存開喎？其實是多少都會有，對。那像我的話，我都會定期，可能就是3個月，然後我就是會去，就是噴一點，就是它可以吃，就是環保性的一些驅蟲的藥，對。因為我這幾乎不是在溫室，但是屬於是在戶外的空間，所以難免都會有蚊蟲。就像我們傍晚有時候都會有蚊子跑出來的意思是這樣。老師，你頭都按你手機迄個啊，因為你自己也講，你哋師傅說唔係單將同嚟買一條師傅，其實還有一個觀念，也係講精神，所以講
提倡本大家有咧美学吼疗愈的空间嘛。啊，你种叶的植物，可用办去欣赏，也可以用办去种，这样可以有老师你讲的疗愈的感觉。有，其实最重要是环境。好，那我们看到了鹿角蕨的话，你不能把它放在大太阳下晒嘛，所以你的空间感的话，我利用木板去把它结合完之后，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的家里面或是阳台都可以嘛。那主要就是要照顾它的时候，最重要就是水分而已。那还有就是阳光。好，那阳光的部分就是它的形态在变化，你要让它养得漂亮，因为它植物都有向光性。那向光性的话，就是你很容易就是看它手往某一个方向去，那表示它那边的光线是它需要的，所以它就会往那个方向去。那你如果要让你的空间做美化，那你希望它植物长得漂亮，那你就在挪动它的位置，这样就可以了。可能自家喜欢讲，根本你有个光线叶片够好，然后不边有个边了讲，讲你有看到讲，有个另外一片有无相关感觉，然后可以晒啲片空气。其实讲像有个如果叫个板材，人讲个板材，其实也冇一定讲安尼细细个个方方正正嘛。像老师你讲个，人可以用原木，看有个有某个贴片咧，其实看自家啦吼，只要适合可以固定，都可以用得出。对。像也就可以看咧。观叶植物像有个仙人掌也都有冇可能这个前面的笔也有某个这个细缝呢就可以做的嘛吼。对，也是可以。那像我都会去挑选一些就是比较时尚，那觉得它就是一个小品，就是小小的很可爱很精致的，像那我的盆栽就是大理石的那种盆栽，好，那它就盆子，然后去就是帮我的植物做加分。可是安尼也件点的可以都更加一段时间了嘛。未来还有用办的规划吗？我目前的规划是希望就是帮我们的社区营造的更美，社区营造的部分。那也刚好我的老宅呢，现在就是越来越蓬勃发展。那我就结合了我就在地的人，社区的就是好朋友们，像有年轻人他想要创业，属于美学的部分，例如美甲，然后还有就是美容的部分。那我也在我的老宅里面留了一个位置，让他可以再去发挥这样子。哇，安尼谈好咧，唔单将迄做生意的吼，进步都有失败讲，人讲迄杀气养草的部分营造一个杀气木匠的感觉出来的呢。对。哇，观众朋友，原来这个爱兴趣也可以发展到像有理先生安尼腔样呢。根本也好使有理先生带安尼咯。带安度木腔样，贴配有讲的植物同安尼小嘅，也谈到几多好听的故事里。根本再一次感谢有理先生带来安贴配的植物同故事多谢。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大家。那也欢迎大家，未来呢，我这边也要成立一个咖啡厅。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的55号植物所，谢谢。好，听下安精彩故事，更加最重要，田顿先生来运通表述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